为什么？因为他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当兵会这样敬礼，教我们说，说是，然后谢谢都要敬礼。那我们以前听到敬礼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然后班长说：“你们当死人呐！敬礼，手举起来，不没有是，然后离开，谢谢班长，又给我来，手举起来，不没有是。面、炸酱、巧克力3位一体，好，我们一定要通通做到。”看政治，听听时事，评论新闻就看今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闹笑脸，我是主持人陈。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我们再次请到了一位非常漂亮、也非常有创意、又有才华的正妹让我们一起欢迎 Crystal。Hello， 大家好，我叫 Crystal， 我是摩羯座的，我的职业其实是做男装的穿搭顾问。像我这么制式的穿搭，你可以帮我挑2个毛病出来？要2个？1个也可以啊。可是或许我这么完美没有毛病也没有关系。下巴就2个。好 ，OK， 好，下巴就2个，是不是 ？OK， 摩羯座啊，兴趣是什么？平常没事喜欢讲笑话唱歌。讲笑话，唱歌。对。那你对你的笑话功力有点信心吗？算有吧。我觉得刚刚那个双下巴，我觉得就已经算是蛮有点的啦。来跟镜头前面来讲2个厉害的笑话来。第一个2个。对，第一个来讲2个厉害的。你知道《哈利波特》里面哪一个角色最有自己的想法？哈利波特里面哪一个角色最有自己的想法？妙丽吗？是。这是笑话。你说我猜。最有想法哦，给个提示好不好？就是比较台湾的口语化的一些，你都讲话比较台湾国语口语化的，比较台湾的俗语会说到。不行，我想不到。OK， 佛地魔。佛地魔？对。为什么？因为他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佛地魔。好，再一个，这个我给99分，我觉得蛮好笑，这我没听过。再一个。今天有可能会讲到政治吗？对。还有什么感情会有吗？可能会有。那你相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我相信人之间有纯友谊吗？我个人不相信。那你相信猴子之间有猴友谊吗？我觉得蛮好笑。因为你的笑声比较好笑。对，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可能有评论时事跟政治性的节目，万一有侯市长的粉丝那你要帮他抓猴。好了，没有 OK。那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们是要来探讨这个时事跟一些政治上的东西。那相信你呢，平常你如果在搭配男性服饰的话，你也懂一些时尚，所以你也是跟着时代的一个女性嘛。必须的。必须，对不对？那你可以稍微跟我解释一下你今天的穿搭吗？就是遮手臂，然后颜色简单，对，但是有流行的元素在里面吗？有啊，就是这个格子的，对，然后漂亮的脸蛋，没有啊。所以你已经流行了蛮多年了，你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流行了很久就对了。OK， 好，那我们非常欢迎 Crystal 今天到我们这个闹笑脸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时事，看看政治。好，接下来呢就回到我们的这个笑脸你准备跨虾米的环节啦。这么多的类型你看这边有非常多6个类型不管是政治、娱乐或什么社会生活的，你也是笑脸郎吧？是，算笑脸郎吗？绝对是。OK， 好。那你自己对这几个类型里面最有信心？我再看一下。你最有信心的是哪一个？信心哦。你感觉你比较化疗，或是你对他感觉有充满意见的、充满愤慨的精神的那种？应该是生活吧。生活是不是比较贴近民生的东西就对了？对啊。但是来，你还是得取决于你这只手，帮我们转一下。今天转到什么，我们就聊什么。对，小姐，你今天早上吃饭吗？还没吃早餐是不是？没关系，先想办法使出吃奶的力气来转。所以我要转很大力。大力一点。那有那个紧张感，来，转。最期待的会不会生活？有没有生活？好，其他我告诉你，其他这个就有趣了。非常
你是我们节目第一个转到其他的人。对，这个其他类型呢，不外乎就是一些比较生活的东西。首先我们第一个呢，第一则新闻是这个说再见不能挥手啊，这是韩国人的10大冷知识。第一个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个冷知识是水龙头的水可以饮用。你觉得水龙头的水可以饮用，在你的认知中是可能发生的事？我觉得是可以。那在台湾你敢不敢？不敢。那你有曾经在哪一国喝过水龙头的水？那我问你，你是这样喝？对。还是这样喝？在台湾。拿杯子。在台湾你会喝水龙头的水？因为小的时候不懂事，然后就跟同学就是互相说我们可以喝水龙头的水。那你喝完之后会觉得有点恶心吗？好像没什么事。所以你觉得水龙头的水可以喝，你不觉得很奇怪就对了？是不会。OK， 那第二个是这个韩国人，他们没有办法用一只手比1到10。对，这个蛮奇妙，就是有其实我上个月才刚从韩国批货回来。那我们在东大门的时候，因为他们就是也是用简单非常简单的英文沟通，然后他们比6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子。那我们台湾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比这样子的时候，我同事以为他比15，然后他就说太贵，我说没有，这是6的意思。那你可以帮我们比价，你知道韩国1到10？我只知道6。你知道6是？ 5应该是个1、2、3、4、5应该大同小异，对不对？那我们只知道6，因为你对这个印象深刻的。对，然后7、9好像是这样吧。我说手要放在。还是。反正你觉得反正跟台湾不一样，对了嘛？那台湾人是可以用一只手比1到10哦，1、2、3、4、5、6、7、8、9，其实9很难。有些人没办法，我右手不能。我知道我以前有外国朋友，我就跟他说加9怎么比，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就想要麻痹哦，比不出9，9很难呢。来，你挑战一下，小拇指可不可以收进来比9？我右手是就没有办法。OK， 那接下来这个没有台风假，应该是因为地形比较北边的关系啦。那你知道韩国的大学生1年只有半年的课吗？我不知道耶。你自己觉得大学生1个礼拜上几堂课是合理的？几天呐？几天有课是合理的？身为一个成年，但是必须得学习要怎么去平均下来，其实我们大学一个礼拜应该只上3天课吧？是你只上3天课？不是，大家都这样吗？大家都只上3天课，差不多。平均下来，因为大4课会比较少。因为韩国他们的这个学生的放假放的是非常非常多的，特殊假期，所以他们的课相对来说是不会上到那么丰富啦。但是人家也不会说知识水平落后，我觉得这个台湾的教育制度就要检讨一下，为什么台湾从小到大都上这么多的课，可是也不见说你学识特别渊博，跟国外的一些朋友比起来的话，好像也没有特别怎么样的。可能台湾教育制度这个方面在检讨琢磨一下啦。再来就是，你知道韩国人是不看星座只看血型的吗？我不知道。因为在台湾，比如说我遇到你，像我们刚刚自我介绍的时候就问说，你什么星座？然后你可能就会说一下星座的优势啊。你有在研究星座吗？身边的人会研究。身边人会研究。我自己是还好。就可能好，我比如说我今天看到处女座，大家印象什么？龟毛或者洁癖，对不对？双子座的印象大概什么？活泼，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情感生活丰富之类，就是会有一些既定印象，大家都会去做星座的分析。可是韩国人他们是用血型，B 型，对，你什么血型呢 ？AB 型、AB 型双重人格 ，A 型GY 之类的。韩国人他们很按照血型来去帮一个人的性格做一个定夺啦，可能有点不习惯哦，因为好像台湾还是都是以星座的。血型好像还是有。那其实之前我会看一些网络上的短片，就是韩国人拍，他们真的会拍，就是各种血型在遇到同一个状况的时候会怎么样。但是血型比星座还要更少那就是分类就更简略那就是把人大致上分成4类种。他们说不定有那个RHAB 型阴性，对，他们说不定分得很细啊，对不对？不一定像你想的那么短暂嘛，对不对？那韩国的男生会化妆，你知道这件事吗？台湾男生好像没有这个习惯大部分没有这个习惯。对。那你觉得男生化妆你是可以接受的吗？我当然是可以接受，因为像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本来就会就是帮他进行一点，可能修理一些杂毛或者是画眉，这些比较简单的打理。因为我觉得这个
其实你只要不要让人家一看就觉得很不自然，我觉得适度的修饰是好的，因为其实一个男生眉毛好不好看，对你的长相会差很多。那你自己平常这个服装穿搭，你参考的是韩系还是？看我心情。那近年来就是比较流行的还是韩系吗？会有，对，但是近年流行的韩系跟之前不太一样，是又会再更偏运动风一点。怎么说？为什么？就是一定什么东西都要搭球鞋。什么东西搭球鞋？对，然后你用西装搭运动裤，还是你用帽 T 去搭皮外套、什么西装裤什么，大家都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有听人家说台湾人其实不适合韩国人的那个服装穿搭法，因为韩国人大部分身材相较台湾人比较魁梧高大一些。那台湾很多人像我这种 everyday 他就硬要去学人家穿什么那个风衣，到那种大腿，穿起来像大腿，看起来很像是裙子，然后暴露狂，然后我有穿过那种，你知道那种风衣吗？然后我们就这样，可能天气很冷嘛，然后人家有把它拉开来暴露，所以台湾人是真的不适合穿韩国人的搭配吗？我觉得就是要看身形。那其实同一种风格本来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搭配方式。那我们做就是根据身形做调整，所以不是说每个人一定就是不能穿什么风格，怎么样。韩国有为矮的男生设计的衣服吗？比较少。比较少。为什么台湾女生反而都还蛮能驾驭韩系的服装的？男生好像就不太行。因为韩国女生跟台湾女生的身形比例应该就是等比例，等比吗？对啊，就是骨架什么其实不太会差太多。就算韩国女生比较高，但其实她骨架相对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就是有点像手机就等比例放大这样。所以你把它缩小看，好像也不会很奇怪。原来是这样子，因为韩国的文化这几年真的影响台湾蛮深的。那你知道最后一个让我觉得最问号的是什么吗？就是说再见的时候不能挥手。你平常跟人家说再见怎么说？我说下礼拜见啦，然后你会跟我说下礼拜见，你会怎么跟我说？你会对啊，韩国人他们是有很重的这个辈分之分的。挥手呢只能对两种人用，一个是平辈，像我跟你这样就拜啦拜啦拜啦拜这样。那一个是晚辈，说再见再见再见这样，就是简单的这样致意。可是他如果对长辈的话，韩国叫鞠躬。你会跟人家说再见的时候鞠躬吗？好像没有没有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在这个传统中华文化的这个世界，鞠躬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崇高的敬意就是对老师、对家长，甚至就可能丧葬场合还会鞠躬。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班长我们不当兵都这样敬礼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以前一开始进去入伍的时候，然后班长都没有这个习惯他教我们说说是，然后谢谢都要敬礼。那我们以前听到敬礼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然后班长说：“你们不要死人啊！敬我礼，手举起来，不是，然后离开，谢谢班长，又过来，手举起来，不是。”你知道就很不习惯，因为台湾人觉得说你举我躬是怎样？就像你买一碗白饭，你妈妈会跟你说不能插筷子插，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卖死人嘛。对啊，那班长就觉得说，我是你谁？你跟我鞠躬干什么？要死了嘞！我折寿就他会觉得感觉不好啦。所以这个其实台湾人可能不太能理解。但是韩国人他们对长辈都是这样。如果说我是韩国人长辈，他们诅咒，是不是要不要给戏？好了，所以我们还是觉得韩国这个文化跟台湾的融入，我觉得是不错的啦。但是有一些像这种，可能还是小细节，不太能够完全的融合。那接下来这个是，你知道为什么台湾的高铁从来不会准时吗？台湾的这个大众交通工具非常的多不管是高铁或是什么的，或是台铁啊、捷运啊这种非常多，而且台湾又小，所以其实相对来说非常方便嘛，对不对？那可是台湾的这个台铁，就在这几个铁路之中，台铁是相对来说比较不准时的一种。你想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因为这个网络上网友大家讨论的原因，是因为台湾人的乘客素质太差。素质太差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来说一个门打开，人如果很多要下车的话，要让他先下。下了再上，这样比较顺嘛。可是台湾人就很习惯是大家一起下，大家一起上，就变成这样。很挤。那你自己觉得说台湾的这个，你有搭过台铁吗？台铁应该有吧？有。那你很常搭台铁吗？
高中的时候比较常搭，因为每天都要搭火车去上课。因为台湾在日治时期每一个人都会被日本人传达一个要守时的概念，日本人是蛮守时又守规矩的民族。那所以台湾的这个不准时的意识，一开始大部分都是跟日本人比较像的。当然有些人不准时是个人行为，但是大部分准时的意识跟日本是比较像的。那可是台湾人跟日本人差异最大的是素质吧？我觉得，你有没有搭过那种大众运输工具人上去之后，超过人背着，公车就走道就这么窄，过背是怎样？走过去的时候，让他撞来撞去，然后你撞他会瞪你撞我，对不对？然后还有些人是下雨天，你会撑伞吗？那你雨伞收起来你怎么办？就是把它收到最小，拿着。对啊。那你知道有些人喜欢就是放在旁边，然后甩。他不用甩，坐公车然后这样，然后手就开始甩了嘛。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他在使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时候，没有去关注别人的观感。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在博爱桌上当床在睡的那种大妈？有很多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应该说要提升自己搭乘这个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的素质，才能够让每一班的车都准时啦。也呼吁大家一定要记得上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先下后上背包呢在人挤的时候要记得手提，雨伞要记得收好拿手上，拜托。谢谢大家，也让台湾不要让观光客丢脸。台湾人，请大家继续加油。好，那我们讨论完这个其他的时事之后呢，接下来进入我们本周这个乡民热搜的单元，就是把所有网络上大家好奇的啦，可能有实测的东西，我们就搬到棚内来试，会不会紧张？你是一个勇于尝试的人吗？是吧？那你是一个敢吃的人吗？是。那你要有点期待了讲到这边，我刚刚有想到一个小故事。突然想到一个小故事，对 ，OK， 没问题。试以前先让你说，我们先来做一个这个饭前的甜点，说。好，有一天小明他走在路上，他一直走，他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隧道，他就往里面喊“有人在嘞不”，然后里面发出“呜”，然后就被火车撞死。我是我笑点太低，我觉得蛮好笑，应该是。所以懂意思了，呜是那个火车汽笛声，是不是？OK， 好，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饭前的一个小幽默那今天我们这个企划呢，其实是网络上也可以大家去搜寻一下我们这个 Now News 的原文炸酱面怎么吃最特别？看起来也算够特别了。今天我们一共为这个炸酱面准备了4种不同的口味，我们就把原始的大家说的最传统的吃法，跟有些人说汤加在一起吃的那种方法，这2种最多人传颂的吃法，我们剔除掉，我们不要这2种无趣又老套的吃法。好，今天我们采用了4种，我们由这边到这边我们依序介绍，这个是牛奶，牛奶知道吧？牛奶应该没问题。那牛奶的烤具呢，是有人说，网络上有人说这个感觉像是牛奶锅，大家也吃过海鲜锅的这种口感，所以使用牛奶。你自己会煮饭吗？会。你会煮饭？你平常在家是常下厨吗？也是看我心情。所以就是但你有下厨的经验跟这个就对了。会，如果突然有想做什么菜，会自己做。所以我相信你应该对这个食材应该心里已经有点谱了第二个是鸡蛋鸡蛋这个东西呢，跟任何东西就是百搭的啦。大家都这样说，不管是甜的啦、咸的啦，跟鸡蛋搭在一起都会有一种滑顺的口感，所以蛋应该是最 easy 的。好，接下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台版可乐的沙士，台版的可乐沙士。那沙士它的烤具好像是有人说卤肉的时候会用这个可乐跟沙士这种气泡糖水来腌肉，所以有些人说，意外的跟这个炸酱是蛮搭的所以这个沙士也就列入了今天的选手3号选手沙士那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压轴的呢，就是巧克力选手巧克力它就是让这个炸酱面变得是一种甜的口感，一般都是炸酱是咸的那你觉得我们会这么单纯吗？牛奶加面有什么好玩的，对不对？我们这些都还要再拌炸酱进去，就是牛奶炸酱面跟鸡蛋炸酱面、沙士炸酱面，最后是巧克力炸酱面那我们一定要从鸡蛋先开始吃，这个是最经典的这个酱包嘛，对不对？你会不会紧张？
就是恶心就把它吐掉。恶心就把它吐掉，是不是？那这样子啊，你等一下每觉得每吐掉一口，好，你就帮我们讲一个笑话，好，好不好？如果你真的受不了，好，你可以跟我们说。如果真的难吃，就这辈子不要再吃。对，那每吐掉一口，帮我们讲一个笑话。下不为例炸酱面。好，下不为例炸。等一下，我突然 get 到那个梗，下部 OK， 好，你知道打蛋是这样子哈，就是要有一个斜的一个曲线，跟炸酱拌在一起。其实这个生蛋看起来好像蛮 OK 的哈，看起来，对，就没有太大的疑虑，不会让我觉得有很强烈的恐惧。好，那大致上拌完啦。我虽然平常不做家事，不过这个拌蛋的这个手劲倒是还行。好，那第一个我们要试吃的呢，就是这个炸蛋酱面，我取的新名字。好，那我先来咯。好，我们先试试看。大致上安全。OK。大致上安全，我相信啦，以你有在煮饭的人，你应该对尝试味道的勇气比我还要更强一点。大致安全，大致安全。其实蛋本身是没什么味道，它就是为炸酱面多了一种口感，对，滑滑的口感，滑顺的口感啊，确实是蛮安全的一个选择。不过，但是大家觉得最 easy 的哦，我觉得等一下我自己来，我吃起来已经有一点顾忌下面我们接下来会尝试的各种口感。但我觉得是 safe， 基本上是 safe。好，可是接下来的挑战呢，我让你选了，好，巧克力选手一定是压轴。好，第二个你要用沙士牛奶。先吃牛奶好了。先吃牛奶是不是？对。好，来，先给您备上碗一只。先给您备上碗一只，因为毕竟我们不能重复使用同一个碗。重复使用同一个碗，那它这个公正性就不够了。味道会跑掉。好，那没有关系，我自己是喜欢喝牛奶。你自己平常会喝牛奶吗？会，几乎冰箱都会有，但是我通常会加茶。你知道，看到这个牛奶，会有一种蛇的感觉，这么纯白、这么纯净、这么纯天然的东西，要被污染，即将就要被我亲手玷污了。小时候希望每天都可以喝牛奶，所以牛奶也是我蛮喜欢的。那这个颜色呢，就相对于我们刚刚的那个鸡蛋来的更混浊了一点，因为它毕竟原本的底色是白色，所以看起来更恐怖了。这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烤布雷。也有点，所以我刚想到的是咸豆浆。你有没有觉得咸豆浆上面就会有这种颜色的东西，蛮像咸豆浆。我常常也在节目上讲，吃食物就是色香味俱全，对不对？我们先闻闻看。其实我不敢吃，对不对？你吃吃看，先吃，快点吃，吃一口。面不改色哎，怎么样？你感觉你的肩膀正在做一些排斥反应哦？就我觉得它不搭。你觉得它不搭，但是会恶心吗？是不会恶心，可能因为牛奶是冷的吧。如果加热，可能会比较合一点。好，跟大家说一下我刚刚发生什么事情。炸酱面的那个油哦，跟牛奶混在一起，那个腻感哦，强到一个不可思议。我觉得推荐这个人，他可能平常吃的口味真的很重，很油。对，他可能真的是很油难接受。我觉得他有一丝味道是我能接受，是牛奶的那个奶香搭配那个炸酱的那个肉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是可以接受。但是它的腻感太强，强到我有点一时没有办法反应过来。所以这个跟这个觉得比较恶心，牛奶跟鸡蛋。牛奶。好，目前冠军是牛奶哈。
目前为止的冠军牛奶。那接下来下一位挑战者是谁呢？下一位挑战者是沙士啊。沙士其实你会觉得你自己想象一下，觉得会比牛奶还恶心吗？我觉得不会，怎么说？就觉得它可能比较大，应该会。是根据那个卤肉法则吗？对啊，那你以前有卤过肉吗？有。那你自己卤肉的时候？我是用苹果吸蛋。哦，也就是气泡水、气泡饮料的那种概念嘛。对。不过我跟你讲，光是这个沙士跟苹果，不对，沙士跟这个炸酱打在一起的颜色，也没有前面几个来的这么恶心哦。毕竟他们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嘛，相较起来就没有这么的强烈哦。那我们给镜头稍微看一下我们这个，它真的完全看起来就是肉臊。它看起来就像是刚刚从妈妈的锅子里面捞起来的肉臊，所以我们并不会有觉得第一眼乍看不会太恶心，但是吃起来怎么样的时候是两回事，就是所谓金絮其外，败絮其中。来，你刚刚那个面没有吃完，我要吃完。说捞多少吃多少，好的，在镜头前面把它干掉。它已经开始凝固了，一定要把它吃光。真的很勇你有去跟他玩过那什么拉拉饮料大赛之类的吗？有有吗？那你的胜败是？就是我没有输嘛，硬要喝，但是就是喝完那个乱拿东西以后，我觉得还好。你觉得还好，所以你好像不怕，对不对？这个因为我觉得感觉好像会比上一个好吃，所以我就先来了。它感觉就是卤肉啊，应该还好吧？你刚问我不怕，我其实有点害怕，因为我肯定要说不怕的，然后整完。我们是这么绅士的一个男性所以一定是我先来吃啦。闻起来就是我知道有些食物它在搭配的时候，其实一者的味道会特别强烈，会相较于另外一个会把它盖掉。你自己猜沙士跟炸酱哪一个会比较强烈，还是它会完美融合？沙士吗？到底是谁跟我说用这个可以卤肉的？还是其实它是可以是我的问题？你觉得好吃吗？不好吃啊，就不是这样子。好，那目前出场的3位选手这个 Christian 老师帮我们排一个序，从难吃的开始。最难吃的是牛奶，再来是沙士，所以蛋还是最能接受的。对，那你觉得接下来的巧克力选手出场的时候会卡在哪个顺位？他应该会在牛奶跟沙士中间。牛奶跟沙士中间，你觉得可能还好一点，是不是？好，因为这个来，我们的巧克力呢是这样子，2片式的。网络上的人说一定要用片的，就是不能融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要增加它吃起来那个口感。好，口感就是你一边咬软的时候，还有那个脆的感觉。来，这个不一样，我们这个要先夹面。好，来，你拿一个碗，这个我们要先夹面。为什么要先夹面？你知道吗？因为先有了面，我们把炸酱跟巧克力后续再加进去。好，来，这个小片的给你，它这个很大片的给我。好，我也来夹一点面。你自己可以开始想象，它很像是那种甜点版的，就像饺子跟烧麦或者包子，它们都有甜的跟咸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奶黄包。来，你要多还少呢？一点点吗？把它当松露加，把它当很珍贵是不是？就一点点就好。好 ，OK。看起来呢是一道非常精致的甜点，看起来啦，一定要跟巧克力吃哦。等一下就是把面跟炸酱放在巧克力上面，然后一口吞下去。OK， 准备好了吗？来，我先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啊，面、炸酱、巧克力3位一体，好，我们一定要通通做到。真的好吃的吗？
在演戏嘛。没有夹到面。巧克力跟炸酱意外的有一种蹦出新滋味的感觉，你怎么觉得？我觉得很咸，太咸了是不是？那好，我刚刚那个有帮我们排过名了，我自己心中的排名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巧克力是最好吃的，真的。再来是鸡蛋，再来是沙西，好，最后就是牛奶。牛奶我真的不行，比想象中好很多。你有觉得比想象中好很多，对不对？对。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是可以，网友的话，今天我们实测的结果就是，这些除了蛋以外，还是不太 OK 啦，基本上还是觉得不太推荐大家。但是巧克力，意外的蛮超乎我们的想象。还以为会是灾难，你以为会是灾难，是不是？对。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就是前面都差不多，就是巧克力让我蛮意外的。那你自己平常加炸酱还会加些什么？煮炸酱面的时候，你是比较安分守己派的吧？应该不会什么诡异的调味料吧？不会，就是用炒的，可能加一点青菜，加点青菜什么。所以大家吃炸酱面的方法其实大同小异，对不对？对。OK， 那你都没有吐？可是我觉得你应该要吐一次，因为我想再听一个笑话。能不能在节目的尾声再跟观众朋友说一个？对，这个巧克力，就原本我是以为很糟糕，但是没有，因祸得福巧克力。这是冷笑话系列的吗？OK， 还是我要再讲一个吗？再讲一个 bonus 一个啦。OK， 有一只蚂蚁，它在沙漠上面前进。为什么沙漠上没有它的脚印呢？蚂蚁在沙漠上前进，为什么没有脚印？它太小只了。不然呢？因为它骑脚踏车。蚂蚁骑脚踏车，这是什么梗？这就是一个故事啊。好，这个故事，然后又是小明小明很忙。对，他还没有打开冰箱，他就知道冰箱里面长蚂蚁了，因为他在冰箱门口看到蚂蚁停了脚踏车。这是一个连贯的吗？这是一个接续的故事就对了。OK， 好，那我决定在这个节目的尾声给你一个新的绰号，你就是女版的张立东了。突然 Q 张立东，不是因为你知道立东跟他的笑话还是很充足的，所以我们之后以后看你可能在各大节目上都用这个女版张立东的称号闯荡这个江湖。好，也希望你预祝你在未来的发展能够一路顺利，好不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Crystal 在我们节目上跟我们讨论时事，吃一吃这些炸酱面，然后探讨出巧克力原来是最佳配料的这个结论啊。那各位观众朋友，就也请记得在我们节目下面留言，帮我们按赞跟分享。那也要记得去追踪 Crystal 的粉丝专页。那我们闹笑脸这礼拜就到这边结束了，下礼拜再见，拜拜。